庆祝这个9月重阳，台中沙鹿的区长特别来到光明里社区的关怀据点，来发放到200份的猪脚甲肉鸡面线，祝福长辈时代平安老康健。沙鹿区长甲民意代表等人真无闲，要将总共200份的便当赶伫中昼进前送到每一个时代的厝内，为因庆祝重阳节。某时代伫现场就开始食猪脚甲面线，食到有够满足。5月份开始到现在几个月都没聚在一起，还不错啊，很好，蛮好的。方便又卫生，能够活到这个岁数啊，能够过这个重阳节哈大家都非常的高兴。因为每年的重阳节，光明里大部分都是以切大鸡卵糕来庆祝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影响，公所补助2万块买这便当，以分散方式，让大家安全伫厝的享受。辛苦的职工甲独居的老大人拢有份。那长辈们都感到非常的温暖。重阳节这个长者吃那个猪脚面线比较有意义的。公所今年伫光明社区总共发放100多万的重阳礼金，要祝福65岁以上600多位老大人甲100岁人士，拢会使健康到老，幸福长岁寿。